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話係自願返內地自首，有泛民議員話未能夠令人信服，建制就希望盡快披露更多內容。張炳良話房委會會確保公屋食水安全。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後，民進黨開始同國民黨磋商政權交接，美國特使分別同兩黨會面。各位，銅鑼灣書店人員失蹤事件，中央電視台播出股東桂民海嘅片段之後，失蹤嘅李波亦都有新消息。行政長官梁振英話會繼續追查案件。我哋先睇下本港傳媒一直叫嘅桂民海喺央視現身嘅消息。中央電視台星期日報道，瑞典籍嘅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13年前喺寧波醉酒駕駛撞死人，後嚟潛逃，直至到舊年，即係3個月之前返內地自首。自首是我個人自願的一種選擇，我也不希望任何個人和機構，包括瑞典方面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國的事情。報道話，桂民海喺03年撞死一個23歲嘅女大學生，被判監2年，緩刑2年。緩刑期間用他人身份離境。佢喺訪問入邊解釋係掛住喺內地嘅媽媽，所以喺舊年10月自首，但就冇解釋自己點樣入境。報道最後就提及佢涉及其他罪行，正係接受調查。央視都訪問咗受害者嘅家人。這個家庭完全是崩潰了，完全是倒塌了。所以這個事情直到我死閉上雙眼，我都不會忘記的。路透社就引述桂民海喺英國嘅女話唔能夠確定車禍嘅真偽，認為書店5個人失蹤係另有原因。瑞典駐華大使館就形容事件嚴重，正係尋求中國解釋。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話冇新嘅補充。至於失蹤超過半個月嘅書店負責人李波，星島日報就報道佢嘅太太再收到丈夫嘅信，信入邊佢強調自願返內地配合調查，進展順利，亦都知道香港嘅情況。信入邊首次提及桂民海，話佢背景複雜，涉及其他案件，品德極其要不得，今次仲俾佢連累。連同李波，警方係喺舊年11月開始接獲任職書店嘅林榮基、呂波同埋張志平失蹤報案，呢3個人目前未有任何消息。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榮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重申重視銅鑼灣書店案件，有泛民議員質疑央視嘅片段未能夠令人信服，有建制派議員就希望內地盡快披露更多嘅內容。梁振英出席活動，被問到據報喺泰國失蹤嘅桂民海喺內地自首事件，佢話冇人就桂民海事件向本港警方報案。內地傳媒報導關於桂民海先生件案，喺佢同李波先生件案有關嘅地方，我哋十分重視嘅，我哋會繼續呢去偵查呢件案，同埋要求呢內地呢係協助警方。本身係資深大律師嘅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認為，中央電視台嘅桂民海報導太多破綻。如果佢突然間12年之後良心發現呢，佢可以喺香港已經處理好晒嗰件事啦。佢可以去中聯辦投案就得。如果唔中意中聯辦咯，咁你咪去外交部駐港辦事處咯嚇，隨你啦。點都唔會走去繞道泰國。新民黨田北辰希望有更多內情盡快披露。我最怕嘅呢，其實就係一路保持沉默，盡快披露更多，等成個古仔呢去到個地步呢，大家加埋呢，就係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合理啦，收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認為報道無助釋除公眾疑慮。一日未曾全部係真相大白嘅話呢，都好難避免各方面繼續有猜測嘅。過一段時間都未有呢個任何結果呢，我都係主張特區政府亦都應該去報中央人民政府呢，
由中央嚟到去協助處理呢件事嘅。對於事件可能影響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嘅信心，曾鈺成相信中央會諗盡辦法解決。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其他消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話會確保新起嘅公營房屋食水唔含鉛，稍後會決定點樣為涉及鉛水事件嘅屋邨更換水喉。公屋食水質量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早前提交嘅檢討報告，被指未有就鉛水事件問責。身兼房委會主席嘅張炳良喺房委會公開例會度話，檢討委員會針對監管問責嘅問題，由行政長官成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委員會咧喺而家呢個報告裏邊呢，係一直都係比較針對嗰個制度啊、程序啊、機制方面。咁不過責任問題咧係唔會消失嘅。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有關嘅人士包括公職人員有責任問題提出需要跟進地方咧，咁我哋係必須要按照既定嘅機制咧係嚴肅處理嘅。大會通過接納委員會嘅檢討報告。張炳良強調，確保公屋食水安全係房委會今年嘅工作目標之一。除咗檢討同實施各項嘅相關措施之外，亦都要確保工地適當咁使用物料。房委會亦都會檢視同埋加強工地嘅視察程序。涉及鉛水事件嘅承建商正喺度為4個屋邨進行換喉試點計劃。張炳良話期望工程喺下個月完成，承建商之後會決定其餘受影響屋邨嘅全面換喉嘅施工方法。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繼續聆訊，負責啟晴邨同埋葵聯邨2期嘅水喉匠林德森第一次出庭作供，話鉛水事件令佢深受困擾，願意鑄造污點證人。佢話喺2010年辭任何標記水務監督，原因係公司喺冇通知佢嘅情況之下改水喉用料，多次勸都唔理。之後佢負責啟晴邨等等3個項目，逐項工程諮詢，主要工作係簽文件。佢話工程物料由公司去買，冇辦法靠目測知道焊料係咪含鉛。佢為免工程延誤，而照樣簽相關嘅水務表格。港股連跌第3日，恒指跟隨外圍低開之後，早段最多跌過325點，跌到2012年9月以嚟嘅低位。收市報19,237點，跌咗283點，成交就增加到750億。人行將會向境外人民幣參與行徵收存款準備金。中銀香港股價跌4%，匯控亦都失守55蚊，見過5年半嘅低位。多隻藍籌股破底，國際油價再急跌，中海油跌超過4%，係表現最差嘅藍籌。外電引述消息話，中證監主席肖鋼已經提出辭職。路透引述2個消息人士話，57歲嘅肖鋼上星期辭職，但目前仲未清楚係咪已經獲得中央接納。肖鋼嘅任期原本去到2018年嘅年底先至屆滿，但外界有聲音批評佢管理不善。而早前中證監推動嘅股市熔斷機制喺推出4日之後就暫停。喺台灣，國民黨同民進黨商討政權交接，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同到訪嘅美國前副國務卿伯恩斯會面，強調會負起維持區域和平穩定嘅責任。今天綠人頭挺誰？蔡英文喺當選總統之後第一個工作日返民進黨總部會見被視為係美國總統奧巴馬特使嘅美國前副國務卿伯恩斯。兩人傾咗大約1個鐘，蔡英文話未來政府會同美國保持緊密嘅友好關係，亦都會負起維持和平穩定嘅責任。伯恩斯就話期待同新政府展開進一步嘅合作同交流。伯恩斯亦都拜會咗馬英九總統，討論美台合作同台灣政權交接等等嘅問題。馬英九話曾經向蔡英文提出組建多數黨內閣，但係對方唔同意。蔡主席認為，在現行憲法之下，已經沒有多數組閣的空間。當時他並未立即同意，顯然他有相當的保留。馬英九已經下令成立政權交接小組，話希望對方再考慮。民進黨就強調最好嘅做法係根據慣例，按照08年大選之後由原內閣留任到新政府5月上任。不過已經提出請辭嘅行政院長毛治國虛擬議決，定喺下晝召開臨時會議，率領內閣總辭。佢話即日起會請假，並由副院長張善政暫代院長。
馬英九中午曾經到過毛治國嘅寓所嘗試挽留，但係見唔到佢。感恩大家，謝謝大家。至於國民黨下晝亦都舉行臨時中常會，朱立倫正式辭任黨主席，佢向所有中常委道歉。我永遠不會忘記國民黨在我的任內失去了政權，愛軍之將要承擔所有的責任。中常會之後決定由副主席黃敏惠擔任代理主席，並會按規定喺3個月之內選出新主席。副總統吳敦義同曾經被撤換總統參選人資格嘅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都係熱門人選。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台北市衛生局抽查市面食品，其中黑橋牌一款牛肉乾驗出有豬肉成分。有問題嘅係黑橋牌烤茶牛肉乾，包裝上面只係標示咗牛肉成分，但驗出有豬肉。台北市衛生局抽驗市面24種包裝肉加工食品，除咗黑橋牌呢一款肉乾之外，仲有2間食品商嘅肉餡產品樣本只係標示咗豬肉成分，但係就被驗出有雞肉。衛生局話可能係裝造器具清潔唔乾淨造成，已經要求生產商即時改善。牛肉跟豬肉是用同一個烤盤，據廠商的描述，他沒有刻意的去使用那個豬肉混充牛肉。因標示與本質不符，有關生產商將會被罰款4萬至400萬新台幣。另外，台北市衛生局又抽查金針、竹笙等食品，喺71個樣本入面，有14個驗出殘留漂白劑二氧化硫超標，最多高達26倍。衛生局提醒民眾選購金針、竹笙嗰陣，應該聞下有冇刺鼻氣味，食用之前亦都應該洗多幾次。無線電視記者陳佩嘉報道。休息返嚟仲會報道，嚟緊農曆年外遊，東南亞團平咗，但係去日本、南韓就要加價。英美傳媒揭發網球壇多個選手涉嫌打假波，包括大滿貫冠軍。繼續新聞時間，旅遊業議會話，農曆新年期間外遊團費比舊年同期平均減價3%，但係日韓團就加價。農曆新年就快到，又係唔少香港人外遊嘅高峰期。因為我女就翻工，咁佢想過年嗰陣時咧就盡量用啲過年假期啦。但你一 check 呢啲價錢就差唔多 double 5日。咁你而家過咗幾多錢？23,000幾，一年一次 OK 嘅都。旅遊業議會公布，農曆年26去到年初4期間嘅外遊團費，受惠於港元對外幣強勢，泰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普通5天團都比舊年同期減價3%到11%不等，其中馬來西亞5天團減價最多，比舊年平大約700蚊。香港人嘅熱門旅遊地點日本、南韓同埋台北普通團就分別加價7%到12%，其中日本本州5天團最平嘅都要大約9500蚊，本州豪華團加幅就更加超過1倍，最貴嘅大約7萬蚊。日本只係跌，但係咧我哋知道好多人中意日本，咁唔係淨係我哋香港要去同日本攞房啊、攞車啊，我諗其他好多地方咧都要日本旅遊嘅。咁所以嗰個需求問題咧，所以變咗形成個團費咧係要維持一個高嘅水平。咁我哋呢個都覺得係理解嘅，亦都合理嘅。董耀中話：今年新春南韓同埋台灣團特別受歡迎，目前報團已經滿咗大約90%，預計今年嘅旅行社整體外遊營業額會升50%。無線電視記者譚日鵬報導。教育學院一個學生入稟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阻止地政總署招標出售大埔一幅地皮。地皮位於荔枝山山塘路，由綠化地改劃為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約1800個單位。地政總署正係招標。教育學院一個學生提出司法覆核，並且要求頒布臨時禁制令，阻止政府開標。代表申請人嘅資深大律師戴啟思
話城規會制定規劃大綱圖嘅決策過程出現錯誤，個別嘅委員有潛在利益衝突，決定前亦都未有充分諮詢公眾。如果政府繼續出售地皮，而最後法庭裁定程序有問題，將土地恢復為綠化地，會對買家唔公平。法官歐陽桂如質疑申請人點解唔喺城規會審議期間申請司法覆核，又話政府已經警告買家地皮存在法律程序風險。代表律政司嘅資深大律師莫樹聯就話政府冇提過唔檢視未荒廢綠化帶土地嘅用途，如果法庭批出禁制令，將會唔符合公眾利益。雙方完成陳詞，法官話會押後作出裁決。律政司一方話，由於審訊未有結果，地政總署喺2月12號前都唔會開標。無線電視記者簡慧儀報道。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同埋人民力量成員譚德志，舊年喺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示威，被票控違反文娛中心規例。梁國雄同埋譚德志去到東區裁判法院應訊，兩個人否認控罪。佢哋同意控方提出將兩個人嘅案件合併處理，案件押後去到下個月22號做審前複核。控方透露會傳召17個證人，同埋將3小時嘅錄影片段呈堂。星島新聞集團舊年5月中喺灣仔醫館舉辦校際辯論比賽，兩個人喺場內向擔任比賽嘉賓嘅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示威。警方上個星期向兩個人發出傳票，起訴佢哋違反文娛中心規例第12條。根據規例，任何人不得故意妨礙正係合法執行職責嘅經理或者任何職員，或者故意妨礙、騷擾、干擾或者煩擾任何其他正係合法使用文娛中心任何設施嘅人。如果罪名成立，最高罰款係5000蚊同埋監禁1個月。無線電視記者譚日鵬報導。港大有學生發起星期3開始罷課，部分港大學生組成港大罷課大會，要求校委會審視香港大學條例，行政長官唔應該係必然校監，同時改革校委會，增加校內委員至到過半數，校委會主席改由校委會委任。發起罷課嘅學生話未有罷課期限，視乎下星期2校委會嘅回應。一個中國女留學生喺美國亞利桑那州被槍殺，死者係19歲，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2年級嘅學生。佢上星期6喺坦貝市揸車，俾尾隨嘅車撞到。涉事嘅女司機持槍落車，行到去中國學生嘅隔離，由車窗連開幾槍。佢送院之後不治，而開槍嘅女人就被捕。日本東京等地方落大雪，超過200人受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受到太平洋一股冷風影響，日本關東地區由星期日夜晚開始落大雪。東京市中心朝頭早錄得大約6厘米嘅積雪，行人行路嘅時候要格外小心。而工人就加緊鏟走積雪，預計部分山區降雪量會超過100厘米。大雪亦都導致多宗交通意外，連接長野縣同山梨縣嘅部分高速公路路段要關閉，超過100班國內航班停飛或者延遲。東京多個 JR 車站擠滿等待上車嘅人，由於大雪關係，鐵路要慢駛，特快列車取消。日本氣象廳表示，南風將繼續為日本帶嚟大雪，呼籲民眾提防大風雪同岸邊嘅高浪。無線電視記者徐俊謙報道。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里同埋桑德斯嘅支持度越拉越近，喺初選之前最後一次嘅電視辯論上邊亦都各不相讓。馬里蘭州前州長奧馬利、前國務卿希拉里以及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喺南卡羅來納州出席初選前最後一場電視辯論，會場就喺舊年查爾斯頓教堂槍擊現場附近。We have seen in this city a horrendous tragedy of a crazed person praying with people and then coming out and shooting 9 people. This should not be a political issue. What we should be doing is working together. He voted against doing research to figure out how we can save lives. Let's not forget what this is about. 90 people a day die from gun violence in our country.
希拉里着力強調自己喺槍管問題上比桑德斯強硬，批評對手總係投票支持槍下游說團體嘅建議。至於桑德斯提出新嘅全民醫保，希拉里亦都大力反對。There are things we can do to improve it, but to tear it up and start over again, pushing our country back into that kind of a contentious debate, I think is the wrong direction. I hav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s actually working in our state. No one is tearing this up. We're going to go forward. 而桑德斯就喺辯論入面強調自己嘅支持度穩步上揚，由最初落後希拉里50個百分點，到而家喺首先初選嘅艾奧瓦州以及新罕布什爾州選情已經非常接近。呢一點相信希拉里都好關注。早前就有分析話，一旦希拉里喺頭2場初選落敗，往後嘅仗將會好難打。無線電視記者彭志敏報導。世界網球壇爆出懷疑打假波醜聞啊！英美傳媒就話啦，包括溫布頓嘅多項大賽都出現舞弊，更加有贏過大滿貫嘅球手參加。網球4大滿貫首項嘅澳洲公開賽展開，多名嘅球手奮力爭勝嘅背後，網壇爆出醜聞。英國廣播公司同埋美國一間網媒聲稱取得機密文件，顯示過去10年16個曾經排名世界前50嘅球手喺多項大賽懷疑打假波，包括有大滿貫嘅冠軍，部分仍然係現役球手，其中8個人有份角逐澳網。報道引述一份07年職業網球聯會嘅調查報告，顯示喺俄羅斯同埋意大利多個地方有賭波集團喺多場假波之中獲利幾十萬英鎊。另一份08年嘅文件顯示，有28個球手被懷疑打假波，不過當局冇任何嘅跟進。職業網球聯會喺09年引入新嘅反貪守則，但係同樣冇調查任何嘅懷疑個案。Tennis Integrity Unit and the tennis authorities absolutely reject any suggestion that evidence of match fixing has been suppressed for any reason or isn't being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Tennis Integrity Unit is doing what it can and tackles this issue very, very seriously. 赫莫德又話，廉潔部門過去已經對18個打假波嘅球手作處分，其中6個人被罰終身停賽。無線電視記者文宇軒報導。新聞報導完，再見。